Yes， 歡迎嚟到我 channel。今集同大家分享一個新樓盤嘅單位咧，係位於西半山嘅 The MVP， 實用面積係600零尺嘅兩房格局，以一個現代沉穩風為設計理念，打造兼顧高級感啦同埋舒適嘅空間。客廳係以胡同木色、淺灰色雲石同茶鏡點綴，利落嘅線條配合光影層次，砌低調大氣嘅空間格調。飯廳嘅硬板餐台加入咗造型嘅吊燈，同客廳嘅風格互相呼應，加入咗隱藏門嘅設計，呈現沉穩精緻感。兒童房係設計咗上下床、吊櫃同埋書台，用柔和嘅童趣牆紙裝飾，帶出趣味性。樓梯收納櫃最大化利用空間，滿足收納需求。用色方面，大面積白色，令空間唔會過於壓迫。加入莫蘭迪綠色點綴，營造溫暖柔和嘅舒適氛圍。嚟到咗主人房啦，風格運用原木色搭配，床頭特色牆設計，以茶鏡點綴提升質感，搭配吊燈垂落床頭側，形成層次感。設計貼士：床邊空間充分利用，將浪費的空間轉為大容量儲物地台，可以收納換季雜物。定製梳妝收納一體櫃，柔和嘅燈光溫暖自如。另外設計咗空格櫃，既可以滿足日常嘅收納，又可以展示包包，成為視覺焦點。總括而言，成個單位冇過度繁複嘅設計，主要係以利落嘅線條啦、沉穩配色為主，再選用具有質感嘅材質點綴，低調又不失格調，處處蘊藏精緻嘅巧思，係一個唔錯嘅設計選擇。如果大家係想了解更多關於現代沉穩風嘅設計家居，歡迎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下集見，拜拜。